哦，绕着登高这样走，消灾保平安。136根的登高。哦，安尼国小站。好了，阿念国小国土的吹打，是歌功颂德，李世民传言中，莫出大善，有武功战敌引战，秦谋收兵，立会有序，取得大胜，整支队伍气氛从惊慌转化为稳定，这就是战俘在战争中的威力让战士们在混乱中重新找回信心跟冷静的动力，击鼓前进，迎军收兵这是古代以战鼓声指示战术，前进杀敌，振奋士气，而以金锣声下达撤退的指令。指令虽然简单，但是进退之间蕴含着攻击的战术。如果运用得当，自然能发挥团队的效力。